發現唔啱就要撤，但大部分人都係拖到逼到冇路先至肯走。行業唔啱，人唔啱，關係唔啱，你而家唔撤，逼到嗰日你都要撤，早晚嘅事。點解咁多人明知唔啱都仲要留低？因為佢哋以為湊合住先，但我同你講，呢個人一湊合，10年就出去咗。10年之後你會發現，你唔單止冇進步，連精神都俾人拴住咗，心力都捱乾晒。心力一旦冇咗，你就會冇勇氣、唔自信，最後連走嘅能力都冇埋。呢個就係湊合最大嘅代價，佢唔係浪費你10年時間，而係偷走咗你重新開始嘅勇氣。喺感情同合作入面都係一樣道理，無論係同性定異性，合作定戀愛，只要你發現對方骨子裏唔尊重你，覺得你可有可無，你其實係有感覺嘅。呢個時候你要做嘅就係即刻走。點解？因為人係動物，人唔會從輕視變成重視。兩個人一開始可以好重視對方，然後慢慢覺得冇咁重要，但仲可以揾翻當初嗰種重視翻嚟。但如果一開始就輕視你，佢係唔會變成重視嘅，呢個係人性。就算之後佢突然重視你，都唔係因為你，而係因為其他嘢，金錢、利益、需要。呢種重視唔係真心，係交易。所以一旦你發現對方輕視你，就要即刻撤，唔好再有任何糾纏同聯繫。特別係作為女性，唔好諗住去培養一個男人，培養唔出嚟。如果對方本來就懶，本來就唔上進，你就唔好再抱希望。我哋每個人都要對自己嘅人生負責任，而唔係將希望寄託喺改變另一個人身上。當然，如果對方真係喺度奮鬥，真係喺度戰鬥，而唔係表演努力，咁就另計。但你要分得清楚，邊啲係真努力，邊啲係表演努力。表演努力嘅人危害性更大，因為佢哋會消耗你嘅時間同信任，所以都係最好直接斷咗佢。真正嘅自信唔係你捱得幾耐，而係你敢唔敢對唔啱嘅人同時講再見。你敢唔敢喺發現唔對嘅時候立即撤，而唔係死守一段消耗你嘅關係。記住，人生最貴嘅唔係時間，係心力。你嘅心力一旦熬乾，就算之後有機會，你都已經冇氣力去把握。所以唔好再湊合，唔好再等，發現唔啱就走，呢個先係對自己最大嘅負責。關注 Jackie， 我幫你睇清邊啲關係值得留，邊啲應該即刻撤。